云林偏乡的囡仔要看齿科是真无方便，县政府开1200万哦，伫12间国校设24届齿科的诊疗医，会甲齿科医师工会合作来照顾囡仔的喙腔卫生。小心提点新变变的齿科诊疗医，未来伫学校就会当检查喙齿、补喙齿，确保喙齿的健康。云林县因为偏乡齿科医少，梨园乡、口湖乡无半间齿科，学生囡仔若要看喙齿，就要去附近的乡镇。20公里，还有时间很不方便，我们都跑了很远，要跑到北港，都蛮不方便的。云林县政府讲，偏乡因为齿科医资源无够，学生囡仔有就医无方便的问题，才有出和卫生局研议了，提出卫生式偏乡学校顺回医疗服务，由县府倾1200万买24所齿科的诊疗医，设立9乡镇12间复兴学校，由齿科医工会派医生服务61间学校的学生。那这12个学校呢，它服务周边大概总共61个学校的孩子呢，都可以按照排诊来到我们这个核心学校来接受这样的一个检查跟治疗。那当然后续我们还会有4个乡镇继续来扩大。在12个学校每个学校有2台治疗台。那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既然机器到位了我们当然要去想办法号召更多的我们的牙医师进入到这个区域来。县政府讲，目前和齿科医工会合作，已经招到18个齿科医会巡回驻诊。这嘛是全国首创齿科医诊疗模式，现阶段是优先照顾学生囡仔的喙齿健康，未来会阁扩大到服务社区民众，来补足偏乡齿科医无够的困境。记者综合报道。